歡迎收睇員工級別同埋權限設定教學。嚟到設定員工級別及權限版面，呢版可以按唔同職級員工嘅需要設定每個版面唔同員工有邊啲使用權限，例如只可查閱定係可進行修改或刪除等操作。特別提醒：特別權限頁，如果查看全部業務員嘅貸款冇剔授權，呢位員工係唔會睇到其他組別或者業務員嘅客戶。如果查看全部業務員嘅貸款有剔授權，而查看全部借款人嘅證件、電話同上傳文件、地址同出生日期都冇剔授權嘅話，代表呢位員工可以睇到全部業務員嘅貸款，但冇得瀏覽相關電話號碼同上傳嘅文件。為咗更好保護客戶資料，建議修改業務員同下面4項權限都唔好剔授權開放，咁樣員工就只會睇到屬於自己客戶嘅詳細資料。多謝你嘅收睇。